美国公布台湾的对顶关税是要甲咱扣20%，咱台湾的是平咱台湾的对手，即日本、南韩15%是搁较悬。总统赖清德表示讲，台美双方还未完成总结会议，这只是暂时性税率。不过美国的232条款调查结果还未公布，敢是代表讲这谈判的重点拢是伫咧台湾的半导体和相关的供应链内。赖总统强调，台美目前敢若进行原则性的协商，那等到232调查结果公布了后，关税就较明朗。虽然已经获致阶段性的成果，但20%从一开始就不是台湾谈判的目标。我们希望在后续的谈判当中，争取台湾更有利、更合理的税率。对美国公布台湾对顶关税税率，总统赖清德一直强调，这只是暂时性的做法，因为最终的总结会议还未进行。虽然台美双方也就供应链合作，也有上界重要的232条款继续协商。美国也有提出他们议题的设定。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半导体、ICT 产业跟电子零组件产业，这个调查尚未公布。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进行一个原则性的磋商，待它公布之后，我相信谈判团队会就232的部分跟美国做进一步的谈判，那时候情况应该就会明朗。20%虽然是暂时性税率，不过台湾主要竞争对手日本、韩国拢是15%，就惊国内产业受到冲击。赖总统强调，台湾的谈判策略除了秉持平衡台美贸易逆差，也有互补互利为原则。政府也调整台湾产业竞争力甲升级转型。虽然特别条例、特别预算还没有通过，还没有执行，那我们已经用以缓济急的方式，就目前受到冲击的产业，在进行多项的支持。行政院有必要因应现在的这个情势，做全盘的调整。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，不断的跟美国说明，攸关国会权利的，我们一定要经过国会同意。此刻不宜贸然去定位这次的谈判是成功或失败。这个时候的谈判团队跟政府，尤其需要在野党的支持。根据北京公布文件，新税率有加伫台湾时间8月7中到12:01生效。外团台湾提出3000到4000亿美金的对美投资，争取更加低的关税。赖总统讲，谈判依然伫进行，其有保密的协定，无法度讲更加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